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9公视第几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为着要推动转型正义，行政院通过国家机密保护法甲政治档案条例修正草案，包括要甲永久保密的规定撤掉。不同动产处理委员会前昨晚去成立高中办检室，结果就教育团体和国民党的立委质疑这违反行政中立。以色列参哈马斯战争引发反对犹太人的行动，在德国一间犹太教堂阁互人捡汽油弹攻击。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国内旅游，有民众试验发现到，若是用伫咧香港的 IP 境外位置，上网查台湾的饭店计数得较俗20%；若是用伫咧台湾的 IP 位置查到的电脑会较贵。有业者就表示讲，部分的饭店对无共国的人客，确实会提供无共款的介绍，甚至订房的这个网络平台，嘛拢会对无共区域来拍折。部分民众用户 VPN 装置电脑，连接到香港 IP， 查询台湾2间饭店的房价，发现分别是7000多到8000多，啊，毋过切断个台湾 IP， 房价都正做9000多块到10000多块。差不多差2成，感叹为什么台湾 IP 订台湾饭店会较贵咧？敢是台湾人赚较济？有业者证实，有时阵饭店会对无共款目的地客源定出无共款的处价，是促销的手法之一。或许有一些饭店，它的客源可能是来自于欧美国家比较多，他也希望他的欧美国家来的客源会比较多一点。那是不是也给予欧美客人来的价位比较一些特别的优惠？有可能。饭店业者透露，因为订房网站就抗敏性较悬，所以订房平台有时阵会针对无共款目的地进行促销来冲关销售量。这时阵房价就可能出现价差。旅游部落客是分析，用无共款 IP 的时阵，厝价有这么大落差，也可能是汇率转换有错误。有可能是平台本身的汇率的转换上可能有一些误差，或者是呢，有时候平台会常做一些活动，像最近港澳地区，像就是澳门地区，针对海外的旅客来澳门住宿，提供一些可能高达50% off 的这个折扣，这个就是澳门地区本地的没办法使用的折扣。不同的连结，像是推广导购的连结，甚至呢，你透过 APP 或者是网站下单，都有可能会产生价差。那更不用说你不同会员等级本身的优惠折扣。旅游部落客认为，订房网站业者为促销介绍拢是浮动的，除了限时折扣、地数无共款的时间、房价有无共，甚至使用无共款的看网页定式、网页加 App 拢会有价差。旅客若是有时间，引导方面来查询。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有一个查某人碰到假投资的诈骗，已经互人骗220万块去啊！对方阁要求要加纳130万，这个查某人才感觉到受骗去报案。警方阁变装假作是超商的店员和清洁人员，真正去挡到要来提钱的诈骗共犯，甲人移送地检署侦办。歹卡绑的查甫人入去超商了后，就直接行去坐伫椅仔顶的查某人遐，店员徛伫2个人后壁一直看。外口有一个穿清洁队制服的查甫人经过，同款一直咧看这2个人。无偌久，清洁队员行入来，店员甲队员就做伙压制这个查甫人。警察！原来这个查甫人疑似是诈骗的车手，甲伊见面的这个社区的查甫人，之前互人投资诈骗，转销220万了后，诈骗集团佫讲伊只要佫落130万，就会当甲现金领回来。查甫人怀疑哄骗，就甲警方报案。警察查甫人斗相共约车手出来，结果变装做清洁队员，佮超商的店员，降低对方的戒心，会当掠人，嘛会当保护被害人。邱女报案之后，诈骗集团仍继续传讯息给邱女，表示只要再缴交130万元违约金，就可将之前的本金以及获利共400余万元一次提领。警方伫现场查扣2支手机啊，
伪造的投资理专证件，佮已经写好的130万收据。专案依照早起洗钱防制法等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记者王刘婷、面交权高雄报道。受到关注的台积电无要去龙潭科学园区设厂啊，当地自救会认为，德科管理局要是要把这扩建案撤掉，有关因得爱面临着互人定收土地问题，所以今仔日自救会搁再去德科管理局头前抗议。本来这块青林林的土地是台积电扩厂计划一部分，即马台积电宣布放弃，毋过部分居民嘛无感觉会较放心，都惊还佫有一间厂商要入来。撤回龙科3期扩建案。得袂到德科管理局正面回应，自救会19早起来到德科管理局的门口，要求撤回龙潭科学园区扩建计划案。因质疑在地居民竟然无法度知影龙科3期相关产业要入来的规划甲资讯，德科嘛对用地甲厂商拢讲袂清楚，甚至土地征收过程还哪有触发的疑虑。征收有如回收厂收破洞烂铁，这么的不值钱，什么叫安置网？安置网要给我们安心，你的来住，你不是。你的安置网是比那个钻石还贵。当外界伫关心台积电后一个考虑的点到底伫倒位，龙潭当地老议员替家己面临定收100年的古厝祖庙，佫想要知影龙科3期扩建到底敢会放弃撤案，呼吁德科管理局爱替人小想者。大家也看得到，今天来的也都是老年人，他们今天如果说要叫他破迁。等于是就是要他的命，所以你们要的不是补偿，不是。原定伫10月要举办的第2届公听会得要延期，科管局是表示要重新调整扩建范围，希望会当甲民众做理性的沟通，达到双赢。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2024的总统大选，哪边要合作，虽然是超白平。民众党这边就批评国民党提出来初选方案，根本就是球员兼裁判。也那侯友宜这边是呼吁爱为着合作来找方法，唔通瞎查天火岛地势破局。另外，民进党的赖清德是提出2050的净零转型5大策略，希望会当推动绿能，嘛会当兼顾着产业发展。老北韩2摆会诊会迟迟无定案，反倒当是双方隔空交战。国民党办公室批评侯友宜办公室提出这种方案，亲像咧出气共款，而且民主初选有球员兼裁判嫌疑。侯友宜办公室是回应。合作不应该加做零和，无法度接受提案被完全排除，好向爱为合作找方法。国民党现在好像不是折中，现在好像是在讨价还价。球评是你们的，球员是你们的，球迷也是你们找来的，连场地都是这个你们举行的。这个会对于我们来说，会有一种这个好像都是你们在做球员兼裁判的感觉。潜水夫如果一直想着鲨鱼，他就摸不到珍珠。我们要为合作找方法，不要为破局添柴火。目前球应该是在对方手上，我们也希望可以有好的结果。国民党办公室强调，无办替国民党甲侯友宜主随见面讲，暗过幕僚作业爱先启动，若被合时时就要破局，双方拢无将话讲死。暗过若被合意外插曲，国民党办公室主任周如修是民进党员，佮代表甲侯友宜办公室谈判。周如修19宣布退出民进党。我已经正式向民进党台北市党部提出这个退党的声明。民进党大清调是提出政策규划，提出2050净零转型5大策略，包含启动第2摆能源转型，推动社会甲绿色产业相对转型，形塑净零永续绿生活。政府做上强有力的后盾，让任何人拢有公正转型，让台湾成功的在2050年达到净零转型的目标，也让台湾因此成为环境、社会永续的国家。政府一定是做全民的最大后盾。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访问台湾，除了甲赖清德侯友宜见面以外，18暗时也甲国民党斗阵食饭，维持公平原则。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推动转型正义，行政院今仔日通过国家机密保护法，佮有政治档案条例修正草案，包括要甲永久保密的规定撤掉，而且嘛要增加落实机密的人员，若是返来台湾，就要通报的义务甲法则。
蔡政府持续推扫转型正义，行政院18通过国家机密保护法加政治档案条例修正，删除永久保密的规定，改造保密超过30年，应该检讨保密的必要，避免伤济爱保守秘密。同时扩大解密政治档案，也加强化对受监控被害人恩赦保障。那也配合国密法的修正，我们删除了永久保密的文字，同时增列除了解密会造成涉陆地区的情报的人员，或是工作，或者是国际情报工作布局受到严重的危害之外，应该要持续每3年检讨之外呢，这些分离的元件自此要在40年解密。以这种要延长定期检讨的这一些规定，可能必须注意，假如时间到，相关单位没有定期检讨，要怎么处理？学者支持政治档案解密是寻求真相的管道，认为无涉外的国家机密必须都要公开。另外，伫国家机密保护法嘛增订涉密人员回台通报义务甲罚则，必须要伫回台了后7个工作日内通报。违反返台通报的非机关现职人员，得处2万至10万的行政罚款。两部修正草案要函送立法院审议，国发会加法务部拢希望会当进一步修法通过，使国家机密保护制度更加完善，实践转型正义。记者综合报道。不同动产处理委员会前阵仔去新竹高中办研习活动，结果即马就教育团体和国民党的立委出来质疑讲，这违反行政中立。教育部长潘文忠就表示，校方是让教师自由去参加，要来探讨安怎推动转型正义甲人权的教育，并无行政无中立，也是政治介入校园的问题。不要今天在这里为党产会主席给他制止一下好不好？立委一直质询提问，教部长潘文忠也继续回应，相反声音用要读做伙。这是因为教育部进行才发函提醒各级学校爱注意行政中立。结果新竹高中进行甲东山会合办研习活动，互教育团体质疑违反行政中立。背后的动机是可疑的。而且呢，他们也认为这个是政府带头违反了行政中立哦。推动人权教育，包含转型正义，确实对老师是一个新的经验，寻求更多适切合适的这些议题教材，这是他们教学上必要。不当党产之转型正义议题民众参与式活动的一个这个劳务采购案，这个得标厂商刚好就是木有之剧场工作室负责人呢，也是这次党产会您请到的这个老师啊。这个限制性招标，我想都是按照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新竹高中这一场一定是在这里面的。潘文忠指出，这工作坊是学校规划老师精灵演习，老师应自由报名参加，用戏剧甲各种讨论思考如何互转型正义甲人权教育融入教学现场。单纯的教师研习，那你把它扣上一个政治进入校园的帽子，那任何的题材在使用上，如果外界因为不了解过度干涉，我反而认为这才是政治进入校园。角色的扮演、议题的分享、讨论、反思，这个其实是108课纲在社会领域教学很核心的专业素养。其实我也曾经受邀。东山会主委林凤静用这个会例指出，这个30多年以来，继续用展览、工作坊甲影片这方式推广转型正义。这摆甲学校合作，也是希望因鼓励老师将人权议题早入教学，无行政、无中立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苏花公路的日期改善工程，也就是苏花安，建议要设计做高架快速道路，无要阁接到旧大高线。不过，有居民烦恼讲，这施工期间交通会真不便，所以希望代替北回线，暂时卖撤掉培优马甲德鲁古的列车。因那个交通部长王国材是表示讲，因会换 EMU3000来到载人，运量增加4成。苏花界209年完工了后，因为其他无改善路段，也是定发生路桥崩山，所以交通部规划苏花公路日期改善工程计划，也就是苏花安初步规划，就是以高架快速道路方式规划设计，卖个连接旧大桥线。
现在目前的苏花安是在办理这个环境影响评估中，我们预计在今年年底之前能够送到环境部来做一个审查。好，那如果这个整个环评审查顺利的话，那整个这个苏花安的计划能够在121年为一个完工的通车目标。在地民众对苏花安路线大部分拢有共识，不过对时间期间交通黑暗期间的烦恼，要求代替不用马虎，泰鲁国河需要留伫北回线。苏花改苏花安没有彻底的贯通之前，交通运具的方式就是我们的这个铁路，不可以把更舒适的这个普悠玛更便捷的太鲁阁号把它排除。交通部长王国才表示，MU 3是代替上行列车，有12节车厢会当载572位乘客，比普悠玛泰鲁阁河加4成分量。初步规划站房时间以 MU 3000为主。那我们现在也有一个方案，从彰化往北到这个花莲，那另外是往南就是到这个台中那同样，这意思是说，它还是可以服务到这个东部。另外，目前也在进行评估的华东快速道路，也计划串联苏花安路线，会为花莲中德直接延伸到台东市区。沿线有17个交流道，计划书上今年年底会公布，预估会开2308亿，那顺利通过10年来一旦完工。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东有一个11个月大的红婴仔，敢若是去互伊的老母甲同居的人虐待，规身躯拢全伤，头壳换来出血死亡。儿童权益促进协会理事长王美君就质疑，台东县府无直接去关怀这高风险的家庭，才会造成悲剧。那社会处是表示讲，因有先评估过，才互这个老母继续照顾囡仔，嘛拢有按照规定去咧关心。台东一个11个月大的查某红婴仔，去年出世了后，因为爸母冤家到离异，无用权交予妈妈，佮因为妈妈已经有2届婚姻关系，拢有囡仔，佮加查某红婴仔，还佮2个双生阿兄，无法度请养，请求社会处安置。今年8月，妈妈要领囡仔甲当地人做伙请养，社会处评估妈妈照顾功能，嘛通过亲子教育课程，甲双生交予妈妈照顾。不过1个月后，10月7日，查某红婴送医，发现身躯真侪伤口，脑内出血，暂时死亡。先别讲囡仔互人安置，伊拢唔知。最后一面是接到社会处通知，伫病院急救。我是生父，虽然我们有卡一些法律上的问题，但是为什么小孩子的种种都是他在处理？中华民国儿童权益促进协会理事长王美君质疑，查某红婴互生母甲当地人带倒转去，这1个月期间，社会处到底敢有尽到访视责任？外界嘛传出社会处要要求生爸，莫对外讲这个案件，安尼无要补助丧葬费。社会处是讲拢依照规定，每个月访视1届，丧葬补助可能是双方有误会。因为我不知道社工到底在这个期间里面访视了多少次，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然后还是只是去那边看到孩子就是活着就行了吗？我们的社工有特别提到说，对于妈妈的部分，他其实有一直跟妈妈做联系，那也约好了要去做我们的亲子赋能的一个评估，那就发生这个事情。其实时间上面是非常非常的快速。他是对生物有那种讲述说，希望你不要再对外甚至记者有任何的多做解释，并没有说爸爸讲的灵堂不予给予布置或者是丧葬补助费用的部分。王美君讲，最近国内少年所发生儿少不幸事件，政府规划的社会安全网真侪缺失，要求中央甲地方政府要确实检讨儿少安全网的规划。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的卫权委员会今仔日审查家庭暴力防治法的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就立委提案要加重刑责，阻挡家庭暴力搁再发生。另外嘛建议讲，得要设置宠物安置所，才袂互被害人因为惊动物伴受到对方的苦毒，唔敢去报案。顶个月底，高雄一个超商旅店员去互前男朋友压倒重伤30刀，目前还搁伫咧病院治疗。因为2个人分手了后，男方持续跟踪骚扰女方，要求要搁交往。女方报案了后，嘛得到保护令。不过男方真侪届违反保护令，甚至搁压倒伤人。对这代志有立委提案修法，要求甲即马的家庭暴力防治法搁加重刑责，才有法度阻止类似的事件搁再发生。保护令也不可能24小时给你保护掉的啦，所以这对这种人身安全真的很可疑啊。所以我这样说，我们要如何来加强？是不是罚更较重嘞？判刑判更较重嘞？
这个当开颗粒的。另外，也有立委烦恼家暴通报的案件多，保护性社工人力欠缺，建议庇护所应该爱附设宠物安置所，让被害人唔免惊家己的宠物受到暴力，安尼无被害人可能因为安尼遭受威胁，唔敢报案。被害者因为顾虑着毛小孩而延迟庇护。这一个部分我们会也是会再做评估家庭暴力加害人的危险程度，我们会把它放进来。立法院卫权委员会19审查家庭暴力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卫福部是讲，这届修法的重点是伫完善被害人保护措施，亲像家暴性影像捏做互人散布，网络平台业者应该要限制互人看，还是移除，安尼无相关会当罚60万块的罚款，并检定被告捏做违反规定，检察官会当申请预防性羁押等等。同时，嘛甲同性婚姻的权益纳入一体适用。记者综合报道。屏东的民用工厂发生爆炸，消防的权益搁再引起关注。立法院今仔日召开警消权益的公听会，有学者表示，消防的代志应该尊重专业，统一由消防署来负责。在警察的部分嘛，建议应该修改警察法，调整事务的分配。屏东民用大火炮灰兄弟顺治消除消防制度问题，立法院19召开公听会，邀集民间各界参与检讨即马运作欠点。学者就建议消防一条边。原先的一个背景不是消防，那最后当上地方政府里面的局长，我们需要是一个很专业的，他不是一个通才而已。如果可以统一那当然，我是个人乐观其成。为欠点想解决方法，设法让消防员权益受到保障。基层警员也到场发声做工会，来替警界发声，强调工作包山包海，协助行政机关业务，角色也为辅助变主角。我们应该都是一个辅助者，不应该是一个负责。但是现行有许多的社会议题，有些机关会以他们人力不足的名义，将他们的任务转交给警察。我们这个脱警这么多年了，可是我们第5条跟第9条内容跟现实是严重的脱节，是我们国家法治不彰，沦为一个画饼，要删除警察法第5条，其中的第3、第5款的国境警察、水上警察业务。回归警察法学者点出，警察事务分配出现分权化趋势，多项条文内容刷甲现实严重脱节，建议删除。严格政府推动警察法修法，各部会就部分条文像安怎修正无共识，保证压力客观，有待内政部办理后手的审查会议。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爆发疫情了后，即马是严重咧欠护理师，已经欠到12000人遮济啊！护理师工会的全联会今仔日就提出诉求，希望会当来改善护理师的工课，其中嘛包含着互查甫的护理师伫病院做替代役等等。卫福部长施水元是表示，也来讨论。护理师伫病院内底无用气气，不止工时长，压力也真大。疫情过后，佫出现第7条。根据卫福部统计，去年护理人员离职率达到11.79%，欠缺率冲到6.53%，拢创10年来新高。以目前护理职业人数185000人来算，欠人已经有12000人。早起护理师工会全联会开记者会，佫提出改善职场环境的高大诉求。源头人如果不够的话，我3班互并比只是会增加我的官长比率，所以我们为什么一个源头开始就是先把人要先补进来。全联会表示，若甲去年底比起来，人力上欠的病院，1到10月新增加的护理人力只有166个，是近10年来净增加人数上少的。不止病院被迫关床，也是造成各大病院急诊杂通的情形。大台中护理师工会佫点出，中部病院除了急诊塞车以外，就连儿科病房也出现欠护理人员的情形。疫情过后，儿科护理人员也开始流失，所以床位限制了，那儿科病人又增加，所以造成那个儿科的一个拥塞。另外，一般医疗机构并无属于替代役相关规范，医疗役服役单位的规范。全联会也希望开放男性护理师伫病院或替代役。这我们会跟医政署来做讨论。不过，因为他人数现在替代的人数是相当少了，所以对于护理人力的
舒缓的话，是否可以有一定的这个效果的话，这也要评估了。专业会强调，卫福部虽然已经提出加发夜班津贴，不过护理工作是3班制，工作负担甲压力是同款的，所以应该由政府编列公务预算，全面补助病医护理人员的薪水，减缓住临床人力，互离开病院的护理人员愿意转来解决欠人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真侪健身房拢会提供浴巾啊，互人运动了后会当去冲咧。不过，得要注意咯，伫去年有民众伫健身房的浴巾啊，触到涉甲粉碎性骨折。由议员呼吁讲，应该将防止触到的措施嘛列入去稽查项目。另外，伫台北是有一间出名的健身房倒塌，煞伫闪避调查，搁欠员工的薪水，即马嘛互台北市府间罚6万块。运动健身想要维持健康，也毋过有民众伫去年8月伫有名的连锁健身中心运动，伫浴巾啊洗浴的时阵骨头受伤，腰脊骨支气，髋关节断去，目前生活无法度处理。甲健身中心2摆协调，业者所表示，浴巾啊本来就是会动会骨，陪同到急诊就医，也佫讲是民众头型才会骨倒，互家属真受气。它里面没有防滑，也没有把手，万一你有要跌倒的时候，会当滑好吧？伊拢无啦。没有办法自理，已经目前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对业者的这种态度，我是非常的讨厌，准备提告。业者强调，健身房浴巾啊的地装经过经济部标检局防骨试验，会员伫浴巾啊昏倒有几啊摆关怀协调，无准文。民代指出。内政部111年已经明定防骨系数相关指导原则，呼吁北市府将防骨设施递增防骨系数提入是一则项目。有关健身房相关地面防滑系数的部分，目前在中央教育部或是在目前我们的稽查，确实这部分法律没有强制规定。另外，同款是健身房纠纷，有名的健身房。如听分是6月恶意倒店规避调查，加上欠薪搁无出现，北市府开罚6万。业者拒绝行政调查，处环帮公司新台币3万元的罚锾，而且没有出席劳资争议调解会议。劳动局也已经依劳动基准法规定，处环帮股份有限公司罚锾新台币3万元。因为业者继续唔出现，诉讼之外协调机制真歹进行。消保官建议消费者，那迄当时以路卡付费，会当尽速联系发卡银行，提出前期缴款申请书期。那以现金方式来买课，是会当向法院申请合法支付命令。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关心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美国总统拜登昨是去访问以色列，讲到加沙地区的病院受到轰炸，伊讲是武装分子无细字写火箭弹拍到的。另外，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嘛讲，同意经过埃及甲人道物资送去加沙地区援助。美国总统拜登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见面，承诺提供加沙甲西方1亿美金人道援助，强调犹太族的手法对病院爆炸案用恐怖分子的字句。纳坦雅胡伫坚持人道物资卖回以色列紧急的打算之下，营救到埃及，除非哈马斯释放人质。My message to any state or any other hostile actor thinking about attacking Israel remains the same as it was a week ago. Don't. You are a Jewish state, but you're also a democracy. And like the United States, you don't live by the rules of terrorists. And when conflicts flare, you live by the law of wars. The vast majority of Palestinians are not Hamas.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we've seen to date, it appears the result of an errant rocket fired by a terrorist group in Gaza. העברתי בפני הנשיא ביידן 3 דברים. אנחנו דורשים ביקורים של נציגי הצלב האדום אצל חטופינו. שלישית, לא נאפשר סיוע הומניטרי של מזון ותרופות משטחנו לרצועת עזה. 拜登这段本来是平息这地区的不安局势，不过在病院爆炸案了后，约旦取消甲埃及甲巴勒斯坦的峰会，也在登去美国中途伫空军1号顶悬间讲电会。去一天加沙继续传出更较侪爆炸，安徽公布病院被炸的影像，巴勒斯坦人认定就是以色列做的，以色列了后公布无人机为民自称，怒火伫中东军架。
西方埃及、突尼西亚、约旦到真济欧洲大城，比如伦敦、柏林、拢有支持巴勒斯坦示威，支持哈马斯。以色列死掉伊朗是讲出真坏话。پایان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آغاز خواهد شد. 在黎巴嫩贝鲁特北部美国大使馆有示威抗议，一切自阿根廷大使馆外口接到炸弹威胁。为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到俄罗斯总统普京等世界各国领导人拢谴责爆炸案，不过拢无讲要追究责任。公司新闻恩文人朋友。继续来关心以色列参哈马斯的战争，引发真侪所在反对犹太人的行动。伫德国的柏林有一间犹太教堂，就互人牵起犹弹攻击，嫌犯甚至阁大声咧喊反对以色列。德国的总理肖兹和英国的首相苏纳克拢表示谴责。欧盟的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嘛对这寡反犹太言论行动真烦恼。警方伫个现场搜查证据，德国柏林一间犹太教堂，18起人弹2粒汽油弹攻击。警方随掠到一个嫌犯，当时伊唔拿举报，搁大声喊反以色列的口号。Es ist ganz klar, dass wir nicht hinnehmen werden und niemals hinnehmen werden, wenn gegen jüdische Einrichtungen Anschläge verübt werden, dass wir auch Veranstaltungen, die gewalttätig verlaufen und die mit antisemitischen Parolen begleitet werden, nicht akzeptieren können. 因为加沙一间病院发生爆炸，以色列甲哈马斯拢讲责任是对方。英国首相苏纳克伫下议院除了呼吁议员莫着去判断这件代志，嘛谴责英国的反犹太主义事件。The increase in incidents we've seen over the past week is utterly sickening, and this government will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keep our Jewish community safe. That's why we've provided an additional £3 million of funding to support the Community Security Trust, and we are working with the police to ensure that hate crime and the glorification of terror is met with the full force of the law. 欧盟执委会主席彭德莱恩18伫欧洲议会表示，哈马斯的恐怖行动已经让以色列加巴勒斯坦进入一个新的暴力冲突。若是最近反犹太主义事件的增加，伊烦恼受训的言论加假新闻传播快速，互人无法度接受。不过，英国伦敦东宁街外口，示威者伫落雨天为加沙病院爆炸的死者来默哀，搁喊口号要求停止加沙的大屠杀。We've seen time and time again that the Western governments lie about these things. They've done it. They did it with Lebanon and they did it with Iraq, and it's a very common propaganda tactic. And I think all of the evidence points to Israel being responsible for the airstrike. 因为严禁停巴勒斯坦示威的德国，拜三暗时有几多百人聚集伫柏林的外交部前，喊口号声援巴勒斯坦，随即予警方赶走。过去一礼拜，柏林警方已经真侪解，以可能会出现反犹太极端，也加可能会俄罗暴力的口号为理由，禁止停巴勒斯坦的示威。另外一方面，法国警方是讲，18各地机场拢有受到真侪件爆炸攻击的威胁。进前才宣布，因为访问以色列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宣布把国内恐怖攻击的警戒提升到最高阶级。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伫咧麦卡锡防救落台了后，就一直无人去接任。即马防当作是前总统川普的盟友，也就是共和党的佐登，嘛要来抢这个议长的大位。不过经过即马第2摆的表决，结果也是不过关。共和党执政议员乔登竞选众议院议长，搁再失利。18第2届投票无法度过关，甚至比前一天的第1轮投票表现搁较差。The Honorable Jim Jordan of the state of Ohio has received 199. 共和党甲民主党伫众议分占221席甲212席，伫全部告济情况下，乔登至少爱得到217票，才会当下过当选条件。这届失利真让人怀疑，这个俄亥俄州共和党议员伫面临这么大的反对势力，敢也有法度继续选落去。Continuing to talk with colleagues, more importantly, listen to colleagues. It's going to end with hopefully a Republican speaker. 22 of his Republican colleagues voted for somebody else to be speaker rather than Jordan, a combative, hard-charging lawmaker in Jim Jordan. While many of the lawmakers who have been here for a couple decades or who represent swing districts won by President Joe Biden would prefer a more establishment candidate
They don't want to see the conference move so far to the right. 众议院一定19中投第3轮投票，目前国外战争冲突，加后个月政府可能关门，无议长众议院会当讲无法度做代志，运作差不多拢法庭。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印度的最高法院裁定无法度互同性婚姻合法。大法官佮这是爱互国会去制定同婚的法规才会使。真侪性多原族群是对即间的裁定真失望，不过伊嘛表示会继续伫咧民事方面来争取权益。最高法院裁定出来，同婚支持者是真失望，因为印度最高法院17将对同性婚姻合法作出裁定。印度首席大法官指出，合议庭对爱管制到什么程度方面有一定的共识甲无共款的意见。最后5位大法官以3-2决决裁定同婚合法。Part of me definitely feels let down, and because there was this tiny hope inside of me which was like, oh, you know what, maybe the CJI would, because he was in favor of LGBT, he understood the LGBT issues, he wanted the right to marry for us. 印度最高法院收到21份请愿书了后，今年4到5月开真一场听证会，审理同婚合法的提案。请愿者认为，即卖婚姻法剥夺同性结婚的权益。不过，印度政府强调，婚姻只存在伫生理男性甲生理女性之间。主张同性婚姻合法，只代表都市精英的理念，甲宗教价值是相违背，宗教团体也反对。There were some opportunities today, I believe, that have been pushed off to the legislatures,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made their stand clear with regard to marriage. We hope that their committee will ensure that civil unions are recognized. 为5位大法官总共写4份判决书，就因看出对这议题意见无同。请愿者虽然失望，不过也表示会继续推动运动，希望早日促成同性婚姻合法。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镜头转来看国内，目前咱中华已经有9个焚化炉，按算阁要加起2个，这就引起环保团体反对，讲中华的焚化炉是全台湾分布上捌的，恐惊会去影响到居民的健康。因嘛按算拜六要伫咧鹿港举办游行。要健康好环境，不要焚化炉。大声喊口号，拜六就要伫鹿港办反政电焚化炉游行的环保团体拜四上北开记者会，因讲目前中华已经有9座焚化炉，即阵阁要增加2座，其中有8座踮伫咧江滨工业区，密度是全台上悬，互人烦恼彰化人的身体状况。我们现在政府增设的焚化炉的量，跟彰化县所需要的量，彰化所需要的量顶多是8.8%，剩下的都是多余的。我们有高达91% 是多出来的。1998年到2022年，他说每一个人的垃圾的清运量其实逐年是下降的嘛，回收的部分一直在上升哦，我们的回收在增加垃圾在减少，为什么焚化炉那么多？另外，款团也抗议政府把废弃物变做固体再生燃料 SRF， 搁烧 SRF 来发电的政策。因指出，台湾烧的 SRF 当中有侪有害人体的物质，搁增加空气污染，无应该互人认定是绿能，所以嘛袂使摕绿能相关的优惠。SRF 是不是绿能？你可不可以简单回答？是不是？依照现行的再生发展条例是的。SRF 很多的成分有塑胶有橡胶，塑胶橡胶怎么来？尤其是塑胶很多都是化石燃料，也就是我们减碳所要打击的对象。款团批评烧 SRF 讲较白，就是烧粪扫。若讲到欧洲国家，因对 SRF 品质的标准有分5级，但是台湾对 SRF 内底相关有害物质的规范，有的是比欧边的标准更较严，环保团体是无法度接受。记者关场随台北报道。顶个月9月初4，台中市因为海葵风台宣布停班停课，连公车都拢停驶，引起民众不满。有议员就建议讲，应该明确定出风台天公车停驶标准，希望会当兼顾到民众坐车的权益，也有交通的安全。伫台湾大多上等公车是真侪台中市民的生活，不过讲到风台天，可能无公车通坐，袂少人感觉无方便。就没有办法出门啊，像我们都没有自备交通工具，那一整天都要待在家里，没办法出门了。
顶个月4号海葵风台来袭，台南市宣布风台假停班停课，不过并无明显的风雨，未少人出门要坐公车，才发现公车规工拢无开，就连要骑U bike，嘛发现专车拢无提供服务，引起民众抱怨。议员建议应该紧日订定风台天的公车发车标准。那在双方有一个安全，然后兼顾搭乘权益的之下取得一个平衡，然后让民众也可以出门也可以安心的出门。那假如说今天台中市有制定出来这样子的一个标准的话，让我们的公车司机业者有依法可循，那这样子他们也可以就是去要求说，就是公车司机业者出勤。市府后来将山猪潮伫10月6号小见风台来袭的时阵，将头班车延到7点半到8点来发车。全日超过34班的公车路线，减少发车的班次以外，其他路线以假日的班表来发车。并台风期间，本市任意行政区风力平均达7级或阵风10级以上时，公车路线则全面停驶。其后再视风雨情形，逐步恢复公车营运。台南市交通局表示，已经甲业者开会来讨论，即个订定办法，就伫取得共识了后，以及顾及驾驶权益了后，搁再来进行后续的讨论。记者台中综合报道。金门州厂即阵要招新山线的杜比技术员，只要16岁以上就会当去报考，这是引起未成年接触酒类的争议。不过州厂是讲，因袂互因吸到酒，而且其他县市的清洁人员嘛是互16岁就会当去报考。学者就表示，15岁到18岁进前是袂当做危险的工课，所以建议州厂的技术员应该要认定做有危险性，莫互未成年去用这个头路。光25公斤的高粱转力冲50公尺，搁爱甲3包分别有40公斤重的高粱搬到另外一位，限时完成才会当合格。金州招考生产线杜比技术员，吸引袂少少年人来报考，为了摕到稳定的工作拍拼练习。工作的收入比较稳定。16岁来考，你觉得适合吗？16岁？16岁啊？对，太年轻，太年轻了，不适合。不过，金州招考技术员的年纪是16岁以上，引起外界的议论，因为互未成年长时间踮伫酒精真侪的酒厂工作，可能影响身心健康。金门县长陈福海认为无合理，要求金州爱讲清楚。不过，金州嘛解说，厂内禁止饮酒，规个厂区嘛摕袂到酒。也不应该。那选新的公司就16岁，为什么会把16岁？会把16岁这个东西会放出来？16岁以上参考，你们不做修正，那他报名了，他权利损失怎么办？我们还是会在这个检测上面，如果确实有疏失的话，应该说有所谓的不同说明。金州表示，其他县市包括桃园市、高雄市、新北市政府招考清洁队员，拢同意年满16岁报考。不过学者认为，就业服务法有规定，袂使有年纪的轻视。不过，互未成年伫酒厂工作，确实会造成看法无好，有损金州的形象。他的骨骼还没有发育很健全的情况底下，长期扛重物对他来讲绝对是不好的，可能会压缩他的脊椎啊等等之类的。为了符合社会观感，我们是可以把危险性这个工作做一个比较从宽的这个认定，认为这种以扛负重的东西也叫做危险性。陈炳良表示，报考需要跟动做体能测试，代表工作较受伤有风险。建议金州会当明定工作有危险性，才会当排除16岁以上的人来报考，满18岁才符合规定，避免争议事件。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报道。大唐要伫咧屏东设置绿林的市场，原底今年底就要完工，不过即马就有包商出来指控通报大同集成对7月到单欠因8,000万的工程款，还下包根本就无法度发薪水给工人，所以今仔日嘛带规定工人去罢工抗议。大同停止！大同停止！工人伫工地边仔举白布条啊，希望大同主持公道，因为新南大同屏东绿林养殖场2期大响1+2案场下晡结交工程的包商，对7月开始互通包商大同的关系企业大同集成欠大约8,000万的工程款，连工人的薪水拢发不出来。糊弄就是说啊，那个工程款这2天会跟你汇下去的，就这样一直骗，从7月份骗到现在，每一次他就骗完以后，他就再拜托你说啊，你继续做了，不会跟你积欠工程款。拢未成，我唔知今仔唔知造成这种问题嘛，不是我面对我一个尔。
我面对遐济人啊。现在搁囥伫案场内底赶工高峰的时阵，工地有100几个工人，即马到工期尾，平均搁有40-50个工人。看到工程已经完成92%，大东集成几摆答应付款，煞搁反悔，互包商甲工人气甲决定无爱做啊。要不到，绝对不会罢休啦。第一个是400多万，第二个是1300多万，还有解约后3680万连续没本票的东西，他说要纠缠。包商表示，其他案场包商嘛传出同款问题提告，大东公司目前还未回应。但原定今年底完工的台东20永池场2期工程，去年底到今年初受台东经营权变更、成本甲欠工等问题影响，一直延后。即马佫传出欠工程款，完工期恐惊佫有变数。记者陈焕武、柯正准屏东报道。高雄的茶山有真侪高山啊，所以即阵就有人伫咧茶山看到有高山啊下海整整，惊是破病，也是受伤，伫咧网络问嘛拢问无人知影到底是安怎。毋过即马就有专家出来讲，其实这就甲碰瓷共款，高山啊嘛会当将食米藏伫咧暗柜内底。台湾高山啊，八关八落食溜俩，毋过顶前看伊的下海有两边碰起来，真侪民众毋知影迄是啥，佫有囡仔认为是毋是高山啊受伤。这暗棍啊，佫起来，这个拄是这个下海遮啦，啊，迄公的敢有啦，若无的就无啦。有时啊，你有看到伊整整2万吼，迄毋是伊整起来是互拍着，迄是叫做高龟。吼，伊咧放种子啊，放食物的所在，啊，伊咧哪行哪食，啊，甲这食物安尼为遮摘出来。啊，到伊喙内底咧食。原来这是高山啊高龟，因会将食物放伫高龟内底，等要食时阵，一定将食物接到伊的喙，就会当豆豆啊食。台湾高山啊共存推广协会秘书长林美健表示，因为高山啊是杂食性的动物，啥物拢食，所以伊的高龟内底有真侪物件，连伊的一边食一边放屎，伫伊的屎当中也佫有果实种子伫内底。高山啊嘛是生态当中重要的传播角色。狗吼，伊咧食物件拢赶紧抢食，啊，伊食了拢。先储存在这边。你哪行哪食的时阵，伊嘛会哪放屎，啊放屎内底伊嘛有一寡经济伫内底，所以它其实是森林传播种族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高雄树山是台湾高山啊起地，台湾高山啊共存推广协会嘛提醒游客，若是拄着高山啊，就脚蚌抱啊好，然后继续行，唔通看伊目睭片面冲突。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咱过去咧调查环境的生态是了时个了工，现主是农业部的生物多样性研究所就开发出 AI 系统，会当透过分析叫声，真紧就会当知影环境内底有啥物野生动物。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结果我们就可以去播放，然后看你可能要听的声音，这个叫草鸮。透过声音，就通知影附近有啥物动物。大自然当中有侪动物的声音。农业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推出一个 AI 系统 Silic， 民众会使家己录的声音交互 Silic， 就通知影附近有啥物动物。它1分钟可以分析1小时的资料。好，所以你数万小时的资料，它是短数个小时内它就已经完成了。至少现在是有60倍的速度在分析。保持生物多样性，通维持生态正常，这也列入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程度所讲，环境生态调查是生物多样性保育真重要的工课。Silic 系统通帮助研究人员调查，也通互一般的民众认识环境，提供给我们政府单位、学界还有这个保育的相关的团体，甚至呢，现在在做公共工程深井的收集之后，快速的来辨识到底有哪些物种在这边活动。过去生态调查也靠人力到现场实际观察记录，但是这是真了时间也真忝。另外，佫有说机器自动翕相的方法，但是范围并无亲像录音遐尔啊快。程度所讲，Silic现主是会当认出184种动物的声音，准确度达到95%。未来会继续增加数量甲处理的速度。记者郭文婷随台北报道。今年的武汉雅典探讨多元的身心障碍议题，包括自闭症、视觉失调症等等，拢总有。今仔日开始开放，予民众免费登记电影票，希望透过电影，互社会当了解到因的生活，嘛希望这个弱势族群会当自立就业。
点到点光第5届武汉影展第19正式开幕。为着要促进身心障碍人士的就业平权，台北市劳动局和中建处举办影展，要透过播出电影，邀请社会大众企业做伙来认捌身心障碍者的生活。因为这些电影里面让我们看到了非常多的剧情跟故事，也都是真人真事改编。那让我们真的觉得，在这个社会当中，有这么多人在做这些事情，在鼓励、在关心、在认识、在让他们能够有更好的机会。妈妈讲，我无适应地球的生活。今年影展的开幕片是公司台语台拍《阿波罗男孩》，讲的是一个自闭症家庭的故事。有自闭症的是阿兄，主要照顾者是妈妈。对陈武所演的小妹的角度来看亲子关系的冲突。陈武讲，较早敢若感觉身心障碍家庭真辛苦，演这出电影了后，才真正体会到，其实因和一般人同款，会面对坎坷路、亲情、友情等等的问题。希望社会加一寡关怀理解，帮助因自立。另外，这出电影主要用台语演出，伊讲为着要顺利演出是真正系真济苦工。台语来诠释这个本来是国语的剧本，更有魅力。阿波罗男孩，那也是出自公共电视台语台自制的一个作品。那也透过演员精彩的演出，好跟深刻的剧情，那表达了就是身心障碍在面对社会跟家庭的一个样貌跟问题。今年的武汉影展播出电影，侪侪是真人真事改编的作品。指导单位劳动局讲，希望透过这个免费的影展，会当让社会大众用爱和同理的心，给予身心障碍者工作机会，来帮助因自立，促进就业平权。记者卢尚如、郑俊由台北报道。为着要鼓励学生离开教室，培养文化素养，文化部推动校外体验计划。伫新北市就有3间国小专工包游览车，带囡仔同齐去台北馆来体会艺术文化。囡仔真欢喜做伙翕相。新北市3间小学啊，100多位学生，伫咧老师的陪伴之下，来台北馆，佮有附近的铁道园区参观一天。现场大部分的学生拢是头一届去台湾博物馆。和过去4班的课本无同，因为有讲解人员的导览，学生对这文物甲互动设施拢感觉真新奇。出来校外教学比较愉快，然后可以看到不同的那个景色，看不同的历史文物。228博物馆就是比较少这些特别之前日治时期的历史文物啊，现在比较多历史文物。平常就是去游乐园之类的，就只是玩而已。这边可以学习到知识，这边可以亲自体验、亲自看到，但是教室只能用图片或文字来了解。文化部最近推动校外文化体验计划，5万国校啊到高中的学生，拢会当行出教室，探访各县市的艺文场域。咧上课的地点吼，唔一定要伫学校，嘛无一定要教室，应该吼，但囡仔带出来外口，其实互囡仔实在讲，咱台湾即个美丽的土地，啊有真侪迄个古早的一个新闻吼，啊互因去熟悉，互因了解，啊对即个土地呢会更加认同，嘛更加亲切。啊，这囡仔以后大汉了后呢，那伊就是即个地形也给它传落去。文化部表示，这项计划是对9月开始。预计10月会有超过1万的师生参加。目前是以偏远地区的学校优先，5万予全国各地的学生拢有机会伫咧上课的期间接触台湾丰富的文化资产。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天气报道在做伙来关心下半晡的气象资料。北部地区27度至33度。中部地区27度至32度，南部地区28度至32度，东部地区27度至31度，外岛地区24度至28度。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
较多的正式教师的缺额出来，很多的代理教师考上了，就是有缺额的产